后来正大的消息，来看立法院的前院长王金平已经表态要选总统。外界即摆是咧看讲，伊当时会正式来宣布。王金平讲，上紧3月份。婚姻馆长张丽仙过年时是摕王金平的红包去发给乡亲。外界认为张丽仙安尼做是咧替王金平选总统。王金平回讲，张丽仙是老同事，会当甲支持，伊真欢喜。总统啊！总统啊！将立法院长王金平到台中参加职业总工会新春团拜，民众真热情，对于大化总统加油。大家有确定说3月公布选总统吗？是啊，3月会宣布啊。伊讲3月初会正式宣布参选总统，嘛尊重党中央到时公布的初选模式。婚姻馆长张丽仙伫新春期间的时阵，发这王金平的祝贺红包给民众。当时伊嘛表示讲，是因为官府的法案才发王金平的。外界解读，伊好亲像已经表态替王金平参加大选。他是我的老同事啊，他听听我想也是很自然的事，那他帮忙我发一些这个。红包呢，我想也是很自然的。王金平来到台中参加新春团拜，肯定并不甲市长罗秀燕见面，伊嘛简单回一句讲，自然就好。